5個生活當中最容易被忽視嘅健康問題，黃醫師一定要講俾你聽。第一，如果屋企入邊係用木筷子嘅，洗完碗一定要放喺通風嘅地方。如果唔係，發毛嘅筷子好容易產生黃曲霉素，對我哋嘅身體傷害好大。可以嘅話，盡量換成陶瓷或者不鏽鋼嘅筷子。第二，新生出嚟嘅字，或者呢個字嘅邊緣係唔規則嘅，一邊顏色深，一邊顏色淺嘅話呢，要注意一下，睇下係咪黑色素瘤。有啲可能係惡性嘅，嚴重擴散之後可以危及生命。如果你唔確定嘅話，一定要到醫院揾醫生睇一睇。第三，口味太重，食得過鹹，好似咩三高啊、糖尿病啊、心梗啊、腦梗啊，都同食得太鹹有關係。唔單止我哋煮餸要少放啲鹽，鹹菜啊、醃製品都要少食。因為鹽入邊含有大量嘅鈉，減少鈉嘅攝入，對於我哋心腦血管嘅健康係有好處嘅。第四，長時間坐住唔喐，仲唔飲水，身體入邊排出嘅尿液減少，細菌就好容易喺尿道入邊生存。萬一引起膀胱炎、尿道炎，咁就唔妥啦。平時仲係要經常起身飲杯水，順便活動一下，令到我哋全身嘅血液循環更通暢。最後一點，你可能諗到食紅糖、食紅棗唔能夠補血，因為佢哋入邊嘅鐵元素係比較少嘅。如果真係想補血，仲係要多食肉，動物肝臟、牛肉、豬肉、羊肉呢啲食物入邊嘅鐵呢，我哋身體吸收起身都會快好多。每個星期食2到3次，可以俾身體補充唔少嘅能量。